我们全世界念佛的所有莲友们，阿弥陀佛！今天呢，我们利用在中秋节的前一天，师父呢把善导大师的思想来提供给各位大家参考。善导大师这么说：诸佛出世种种方便，劝化众生者，不欲指令自恶修福，受人天乐也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重要在哪里？说所有的佛出生在人世间，他利用各种权巧方便，种种的方便，要来劝化众生，劝告众生：你不要贪哦，不要嗔哦，不要愚痴哦，你的心要清净哦，你才能解脱哦。世间是假象哦，你不要执着哦。他一直想办法来劝化众生者，这个就是来劝导教育我们众生。但是这里头要怎么劝化你呢？不欲指令自恶修福，不是想说直接命令你，要求你一定要自恶修善，把你的恶控制好，你不能去犯戒，不能去造恶。不是用这样修福，就是你一定要去做善，好好的去布施，去力行善事。他不是这样子教你的。佛陀来这个世间，并不想说直接就命令你一定要控制你的恶念，控制你坏的行为，控制你坏的思想，然后一直拼命的修善，接受人天乐也。出生在天可以当天神，出生在人也是大富大贵，日子过得非常的安逸，非常的享乐啊，这就人天乐也。这个他并不想你这样做哦。佛陀来这个世界，并不是教你这个重点，这个只是我们初步的权巧方便来引导一些可能造罪造业的这些众生，但是并不是他的目的，他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。佛陀的苦心是透过这个简单的道理，然后慢慢的诱导每一个人要如何去解脱，怎么样去道业成就，然后让你快速能够成佛。佛用意在这里，背后的目的，他之前并不是想要让你直接就要自恶修福，最后出生当人或者是当天神，并不是要你这样子做。为什么？人天之乐犹如电光。他说你不管出生当人，你是一个有名分有地位的人，你权势又高大，种种的条件都非常好，或者你在天神当中你所享乐的，人家都非常羡慕赞叹你，这些犹如电光。他说就好像一个闪电的光，啪不见了，一下子就消失无踪，须臾即舍，马上即刻当中就远离了，就切断了。不是你想拥有永久的幸福，永久的快乐，这是没办法的，因为那种快乐很短暂的。你比如说当天神16000岁，但是你的时间一到，你照样堕落，福报享尽了，照样轮回。你看我们人更可怕，不管你是大富大贵的人，你是个权势有多高，你的地位有多令人赞叹羡慕，但是各位，那些都是如梦幻泡影，短暂时间，没有办法让你永远去掌握它。所以各位，你看须臾即舍，还入恶道，你到最后还是进入这个恶道，三恶道，你到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再来轮回呀。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往后没有一个真实的保障，没有。所以呢，今时有缘相欠，所以我们在现时代的众生，目前的这个年代当中，有缘来相欠。我们如果看到有缘的众生，我一定要劝告你，提醒你，要鼓励你，要怎么样？要称念弥陀名号，你一定要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因为这是他力，他力，你好好的念佛是靠阿弥陀佛慈悲愿力来救度你，所以你要称念弥陀名号，顺他的愿，他来救度你。那么誓生西方净土，你要发愿，一定要往生西方净土。这个世间是一个五浊恶世嘛，它是一个不真实的，是个虚幻没有办法长久固定的存在。
我们知道世间是如此，所以我们称念名号要做什么？不是我求来世享受这种安乐的好日子，不是，我不是一定要有子孙满堂啊，财富满满的，不是，我不是为这些，我只是要称念名号，是要发愿，一定要往生西方净土。这个就是诸佛本愿意也，这就是佛的根本的誓愿，它的重点在这里啦。你看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呢，他非常苦口婆心的、语重心长的来告诉我们末法众生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呐。佛的本意是要你赶紧念佛，然后跳脱生死轮回，然后发愿西方净土，以后成就你圆满你的道业。佛是为这个事情千辛万苦的。苦口婆心的来劝告我们有缘的众生，所以只要我们在世一口气还在，我们要劝导所有的众生赶紧称念弥陀名号，发愿到西方净土。这是佛最主要诉求的一个目标，是为这个事情而来的。他所要从事的真正的工作就在度化众生。各位，你们这样听明白吗？明白，好，非常感谢各位。我们要感谢善导大师，把这一番的话、这一段的内容告诉我们大家。如果你明白了以后，我们就按照祖师大德的交代，我们亦步亦趋的，一定要跟得上他的脚步，好好的念佛，然后发愿往生，这样子才不辜负他们的心意。这一点师父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大家来介绍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